台语听有无？逐工报新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老师，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这几年啊，韩国文化伫台湾所变作是一种事件，袂使啊，拢讲因是去韩国挂货。啊，若爱看电视的人，一日到晚拢专看韩国的连续剧，看欧巴伫遐咧演。韩国料理的餐厅嘛开甲四界拢有啊。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咱就来和观众朋友讨论韩国料理内面上出名的韩国泡菜，台语要安怎讲？若讲韩国的食物伫世界上出名的，当然就是韩国泡菜咯。伊是用包心白啊落去生的。包心白啊，后人简单称呼伊是包白啊啦，迄就是华语讲的大白菜、结球白菜。咱俗语咧讲，逐月日着时菜色11选12白内面的白，就是咧讲包白啊啦。韩国泡菜就是用韩国的咸椒粉和其他的调味料落去生包白啊所做出来的食物啊，伊食起来咸咸脆脆，真受欢迎。总是台语要安怎称呼咧？若讲咱台湾传统，为着要互菜色会当放较久咧，爱甲菜掺盐掺糖落去生啊。啊，生好的菜，咱会讲伊是菜咸，还是菜母？伫台湾的食食传统内面，菜咸、菜母一般啊，都是摕来用世界撇啊底咧，通配饭配酒来食。韩国的kimchi，当然咱会当照台语的传统，甲翻做韩国的菜心、韩国的菜咸，还是韩国的菜母。安尼当然是下台语的语法啦。总是这种称呼，就是用台湾传统的眼光来看现代的外国物件。另外，后人照华语的汉字，甲称呼做韩国泡菜。但是啊，伫咱台语传统的词内面，咱袂用泡来形容菜的做法。泡是摕来泡牛奶、泡咖啡、泡茶，是互最有味、袂甜的，是迄个水哦。啊，若要讲菜，咱就爱用浸，啊，就是将物件浸伫水底一段时间，才去甲摕出来。啊，若无，就爱用生。所以啊，韩国泡菜这个称呼啊，就是用华语的眼光来看韩国的物件。后人直接用韩国话的台语音译，甲称呼做是 kimchi， 用外来语音译是上会当表现外国气口的故事法，摕来用绝对是真适当的。但是啊，用 kimchi 嘛面临一个问题呢，那是这个词后面还有接物件咧。像讲咱若讲泡菜锅、泡菜炒面，敢讲咱要讲 kimchi 锅、kimchi 炒面，这个所在有两种解决的方法。第一种啊，是过去全部拢用韩国话来音译，像泡菜锅，咱会当甲音译做 kimchi chicken， 啊若辣牛肉汤，咱就直接翻做油去食。总是啊，这款音译对较少接触韩国文化的人来讲，会较无法度理解到底啊，迄美纽面顶写的是啥物物件，就爱特别过来注解。另外一种方法是用华语的外来语，泡菜的火锅就直接讲泡菜火锅，啊泡菜炒面，咱就直接讲是泡菜炒面，就亲像讲头家啊来一份泡菜火锅。世界交流啊，愈来愈普遍。各种的语言啊，拢愈来愈接出现原本的词无法度应付新传入来的物件这种情形，所以啊，外来语的使用伫每一种语言内面嘛愈来愈普遍。那台语安尼，华语、英语也拢相像啊，所以这就是现代的世界嘛。所以对kimchi安怎翻，就会当看出这种趣味的现象。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无就讲到这，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个时间交等予主播。